西爪哇省下晡发生规模5.6个地震，深度只有10公里，至今已经造成46人死亡，700多人受伤。欧洲上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受到炮弹轰炸，乌克兰甲罗西亚拢讲是对方做的。台湾 APEC 领袖代表刘忠谋甲中国是军兵活动引起关注。刘忠谋强调讲，恭喜20大成功是伊个人的行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印尼西爪哇省下晡时发生规模5.6个地震，地震的中心伫咧首都雅加达东南边75公里的电极区。因为地震的深度只有10公里，已经至少造成46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对画面当中，咱能看到大楼的四周边仔的街路，拢是避难的民众，有不少人伫咧敲电话甲亲人联络。坐伫咧大楼内底做工课的民众是对逃生梯一层一层装到楼骹，看起来拢真惊吓。这场大地震，首都雅加达嘛害甲真大力。印尼的国家灾害管理局是表示讲，地震的中心发生的所在是有布罗站水网山，佮有真侪厝遐甲一间学校去互地震摇害去，牺牲的人数可能会继续下悬。本地伫咧乌克兰境内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上界大核电厂，不过这2天是煞一直受到炮弹轰炸。边仔这张图原本是全部拢是乌克兰的领土，红色这地是战争开始了后罗西亚共占去的。那色的是乌克兰兵士反攻摕转来的。咱会当看到这个扎波罗热核电厂，拄好是伫咧两军交战的所在，目前是伫咧罗西亚的军队占领范围内。因为地点特殊，即阵乌克兰甲罗西亚拢互相烧热，讲这2天的炮弹攻击是对方做的。罗西亚是讲乌克兰咧起诉制造人为灾难，但是乌克兰是反倒转来骂罗西亚讲，甲全世界杀向危险的局面。国际关注令总署即阵是出面批评讲，无论是虾米人做的，攻击欧洲上大核电厂这款行为，就亲像是咧火药库边点火，要求爱随停止这款会造成世界毁灭的行为。另外，乌克兰的军队攻势好，最近甲赫尔松部分的土地收倒转来，即马在地是已经有超市重新开门。拄好乌克兰收复的赫尔松居民礼拜伫一间重新开业的超市前，人阵排正长，着急入去买物件。Das ist unser Lieblingsgeschäft ATB. Das ist unsere Lieblingsukrainische Ware, weil seit Februar wir haben hier nur russische Geschäfte gehabt und russische Ware. Und prinzipiell wir haben nichts gekauft. 虽然排队买物件附近至少要等1点钟，不过民众差不多拢愿意等，因为这间超市是俄乌战争发生了后头一间重新开幕的乌克兰超市。进行9个月俄军占领期间，赫尔松的居民唔但敢会当买到俄国商品，甚至互人要求爱用卢布买卖。即马总算会当购买较早定看的商品，就算爱排队嘛甘愿。Найбільше скучив за Кока-Кола та соли. Це такого нема в Росії, тільки в нас. 生的4几年冷冻水饺，这乌克兰家庭食品差不多是每一个民众一定买的物件。虽然赫尔松也搁伫咧无水电烧气的情况下，不过总算会当食到怀念的故乡味，已经互这居民伫战乱中会当小可休喘。不过虽然有这个小小的幸福，乌克兰南部欧洲上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又搁受到攻击。俄军礼拜指控乌军19到22天攻击核电厂的电力线路加储存设施。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не прекращает провокации с целью создания угрозы техногенной катастрофы на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атомной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俄军当时表示，目前辐射水平正常，不过就伫俄国指控无偌久，乌克兰核能机构反抗，俄军才是攻击的人，双方讲法拢无法度得到证实。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谴责，无论是倒一边发动攻击，拢是伫损毁，必须立刻停止。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罗西亚即阵是直直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百姓无电、无水、无家事通用。乌克兰东部伊久姆是有一定医护人员，真艰难是比伫咧地下室，犹原是尽全力咧救病患。另外，当地嘛出现穿插起来扛的情形，安尼寒人无电、无家事的时阵，兄查才袂寒死。
重新返来病院的地下室，看到眼前的这个景象，外科医师库兹涅索夫想起几个月前伫遮发生的代志，表情看起来真震动，眼神嘛透出一寡悲伤。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地区的城镇伊久姆，因为是乌克兰真重要的门户，所以罗西亚自今年2月底发动战争以来，就一直用炮火攻击这个所在，就连病院嘛去予罗西亚军队炸甲脆糊糊。为着要闪避空袭，医护人员只好锁到地下室去替病人治疗、动手术。伫个非常困难的情形下，抢救居民的性命。Стояло 2 каталки переносные с носилками, которые выступали в качестве операционного стола. 事实上，当时真侪人拢走去其他所在避难，但是库兹涅索夫甲几个医护人员选择留落来守护一寡无所在通去的居民。这个地下室嘛变作当地唯一一个会当救人命的所在。И спасает людей. И уже все знают, в Изюме стучат, если закрыты, а так и открыты. То есть это по призванию, реально, это не каждый может такое. 伫伊久姆的情势较稳定了后，库兹涅索夫甲伊的同事就离开这个地下室，另外找一个临时的所在，继续替破病还是受伤的居民治疗。但是最近冬天伫要到啊，天气渐渐变寒，乌克兰即马佫真欠电，所以医疗团队打算要佫刷倒来这个地下室。因为地下室虽然嘛是会寒，至少温度会较稳定。医护人员当地为冬天做准备，希望这个帮助因度过战争的炮火攻击的地下室，会当过一摆帮助因度过冬天无电通用的难关。另外，伫哈尔科夫其他的城镇，有民众开始整理一寡去互炮弹炸掉的树仔，将这个树仔记做一块一块的柴壳，搁一车一车再去分互厝边。А мене нема газу. Нема газу в мене. Бать дрова привезли хлопці, спасіба їм. 罗西亚的军队最近一直伫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备，互乌克兰真侪所在拢无电、无加速通用。民众发挥互相斗相共的精神，趁早加准备一寡香茶，来度过这个对乌克兰民众来讲上界困难的冬天。记者甘延恩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总部大臣四天然，牵涉政治现金案的争议，张清时又捌做过外部大臣的松本刚明接任。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带查某囝去视察洲际飞弹发射场，是金氏家族有史以来头一届，予10几岁的囝儿公开出面。北韩官媒阁报道讲，为着交代北韩的继续发展核武器。英国《Times》报道，英国企业界呼吁政府要增加移工的人数，来解决开劳工的问题。不过，英国首相苏纳克是坚持要实施新政策，要利用投资基本建设，加强本国籍的职业训练来进行员工经济。sau đây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因為基礎建設和羅西亞崩壞了，烏克蘭計劃是要撤離赫爾松甲尼古拉耶夫兩個城市的居民去保護過冬。另外，羅西亞媒體是指控講，烏軍近距離槍殺羅西亞士兵犯戰情罪。上尾是《華盛頓郵報》，美國科羅拉多州一間 LGBT 夜店發生槍殺案，至少5個人死亡，店內顧客是做伙甲嫌犯壓制。APEC 領袖峰會結束啊，咱台灣的代表張忠謀已經返來到台灣。今日早起是伫總統府辦記者會，甲個人說明這回會議會談的內容。大家上界關心的就是張忠謀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互動的情形。張忠謀是表示講，伊有甲習近平恭喜20大成功，不過伊是有強調講，這是伊個人的意見、個人的行為，不過也是受到儕爭議。另外，針對張忠謀甲習近平拍招呼的部分，總統府是表示尊重。張忠謀嘛強調講，出發進前，總統府是有甲交代，唔免調工閃習近平拍招呼是會使的。另外，針對半導體產業的部分，張忠謀是表示，有幾個國家問講，咱台灣敢會當去因國家生產晶片。嘛有甲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講到台積電佇咧美國設廠的代誌。APEC 領袖峰會20圓滿結束，台灣領袖代表張忠謀回國了後，各界關心伊甲美國、日本、甲新加坡的領袖代表雙邊會談的過程。總統府1日舉行回國記者會，張忠謀致辭的時陣先是強調，總統串門指示伊的3點，在公平競爭甲自由市場當中，為即馬真濟無共款的意見找出平衡的方法等，伊攏透過演講充分表達。
不过外界关心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互动，伊表示，恭喜伊一直在成功这代志是伊家己的意见。总统府的确曾经跟我讲，可以，假如是有机会，不避免打招呼。总统府表示尊重张忠谋甲习近平的接触。会议期间，张忠谋也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会面。伊强调，贺锦丽对于晶片真有兴趣，也讲到非常欢迎台积电伫亚利桑那州设厂，也回应其他国家对半导体期待化经济。台湾有那么好的晶片的技术人非常多，我这一次到 APEC 就有好几个国家对我表示，能不能够到他们国家去生产。伊强调，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州设5奈米的工厂，是美国国内上先进的制程。不过，台积电已经有3奈米制程技术。伊12月初6会甲太太张淑芬出席美国厂上机典礼。台积电有邀请美国总统拜登，不过唔知影伊是毋是当日出席。不过，已确定美国商务部长会出席。另外，一个台积电大联盟的成员，包含供应商、客户等，也拢会邀请参加。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一间多元性别 LGBT 的酒吧发生枪杀案，造成5个人死亡，25个人受伤，嫌犯是已经抓到啊。因为这间酒吧当咧办跨性别者的纪念活动，有人就怀疑讲这个枪手是针对特定的族群咧犯罪。而且这间酒吧去年捌受到炸弹威胁，警方是当咧调查这2件事件敢有关系。涂凯三甲火车伫黄色封锁线下面，搁较显得悲伤。有人炸蜡烛甲青火向罹难者致哀。There were bodies on the floor. There was shattered glass, broken cups, people crying. This is the only LGBTQIA+ place in the entire city of Colorado Springs.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警方20透早接到报案，表示夜店内有一名枪手，赶去现场了后，将嫌犯逮捕，查获2支枪，保证当确认枪支所属。佮已经知影嫌犯用其中1支作案，也当厘清犯案动机，甲感受共犯。The suspect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nderson Lee Aldridge, a 22-year-old male. Whether this was a hate crime is part of that investigation. The suspect entered Club Q and immediately began shooting at people inside as he moved further into the club. While the suspect was inside of the club, at least 2 heroic people inside the club confronted and fought with the suspect and were able to stop the suspect from continuing to kill and harm others. 本身是当地的科罗拉多州长普里斯表示，这件枪击案会予州政府甲跨性别社区参受影响的每一个人做伙。I feel that same pit in my stomach as so many of you today do. A feeling that's sadly all too familiar. 案发迄暗，这间夜店当举办一场派对，佮打算伫礼拜2暗举行一个表演活动，来庆祝跨性别纪念日。总统拜登推特大文表示，美国袂当也无应该容忍仇恨。2016年，非洲奥兰多市一间跨性别夜店发生枪击案，造成49个人死亡，50个人受伤，也是美国史上上大规模的枪击案。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这个月中，土耳其伊斯坦堡发生爆炸案，造成7病逝死亡。土耳其政府是认为讲是库德族做的，虽然也无证据，不过土耳其也是对叙利亚甲伊拉克北部瓦土耳其边界地区发动几个集中的空袭，造成10多人死亡。土耳其的 F-16战机伫暗时分批起飞飞过边界空袭，叙利亚甲伊拉克北部也都是库德族自治区范围。土耳其讲，这个月中的伊斯坦堡爆炸事件，都是库德族游击队策划，部分用来空袭的炸弹甲飞弹，也写到伊斯坦堡爆炸案死难者的名。Bizim maksadımız hepinizin bildiği gibi, hepimiz hep birlikte aynı amaca yürüdüğümüz gibi 85 milyon vatandaşımızın ve ülkemizin güvenliğini sağlamak ve ülkemize yönelen her türlü hain saldırılarında mutlaka karşılığını vermek. 土耳其官方讲，
空袭即将对柯德族游击队，不过根据总部伫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公告，除了9名叙利亚民主军的战士，也有6名叙利亚政府军也伫空袭中死亡。另外，来自伊拉克北部的柯德族媒体 K24是讲有11个平民死亡，其中1人是记者。受伤的6个人中，也包括2名记者在内。轰炸死的记者属于柯德族语通讯社，也互土耳其列为游击队的外围组织。自2015年开始，土耳其政府以反恐为由，断绝土耳其境内的 IP 甲通讯社的网络连接。صار قصف طيران تركي هون تقريبا شي 5 ضربات。另外，叙利亚北部的柯德族自治区专属的通讯社 RIC 伫空袭了后的推文指出，土耳其空袭叙利亚甲伊拉克北部的柯德族区域，航线会飞过美国甲俄罗斯分别控管的空域。空袭也可能事前得到美国双方同意，也是幕府。公司新闻切开真编译。个月耶诞节就要到啊，真侪欧美国家已经开始钻塔街仔路吊节电火。不过今年是拄到能源大起价，要互民众感受到过节气氛，搁要省电，实在是真困难。法国有一间做钻塔电火公司，就开发省电的装置，点电火点7点钟了后，就会自动断电。今年法国的香榭大道嘛是用这款电火，伊个是会当省40%的电钱。看到这种七彩灯火之外的装饰品，就会马上让人感受到耶诞节的气氛。为了迎接一年当中上界重要的节日耶诞节，真侪欧美国家的城市已经开始咧准备过节的时阵，要布置街仔路用的灯彩。但是今年受到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的影响，全球的能源费用大起。以法国来讲，甲去年比起来，能源的费用差不多起20%。要安怎尽量省电省钱，阁会当互大家感受到过耶诞节的气氛，就变做一项真大的挑战。在法国东南部城市沃克吕兹，这间专门制作耶诞节灯彩的公司，因利用回收的保特瓶塑胶杆仔做材料，再阁透过3D 列印的技术，做出灯彩的架仔。所以，这灯彩本身就是非常环保的。上重要的是，公司的研究人员用这种叫做 Temple Box 的省电装置，灯彩放在室外的所在，完全唔免有人特别去操作，就会当自动省电。C'est-à-dire que ce boîtier tempo, une fois qu'il est connecté au décor et qu'il a l'allumage public qui lui donne son signal, au bout de 7 heures, il se coupera automatiquement. 这种省电装置对公共空间的灯彩来讲非常方便，所以就连法国巴黎上界出名的香榭丽舍大道，今年嘛决定要甲这间公司合作，使用因做的灯彩。Et nous avons réduit de 40% leur consommation énergétique et leur éclairage se stoppera aux alentours des 23h45. 为了要省能源，巴黎市政府决定，今年香榭丽舍大道的耶诞节灯彩，除了每暗11点45就会关掉，另外有布置灯彩日期嘛会提早结束。2023年的跨年活动过去了后，1月2号，香榭丽舍大道的灯彩就会隆重拆掉。虽然有淡薄仔可惜，但是在能源危机真严重的情形下，至少有互民众过节灯光闪闪、真水真有气氛的耶诞节甲新年。记者甘愿恁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